后来即摆即个乌鱼当咧大出，煮乌鱼，切一寡蒜仔落去，真着味。中华有乡亲到菜市仔买蒜仔，讲买甲规个头戆车车，因为即沓蒜仔一斤卖230，但是另外一沓则卖75块，这个价数竟然差价3倍遮尔多。原来啊，这个蒜仔有分白地甲高山，品质无同，价数当然嘛无同。乌仔鱼切块落鼎，倒米酒鸭味，搁切酸辣调味，互滋味愈芳。寒天是乌花鱼的产季，彰化市民众要做乌花鱼的料理，去菜市仔要买1支酸辣。头家讲1斤230，称重了后收39。民众离开了后，就开始拔头割割，去另外一担要买酸辣，这担1斤卖70块，提量机称重了后干拿15块。伊就登去原本迄担要甲头家争，摊商当场落价到1斤89，搁行7块互伊。不过同一个菜市仔价销煞贵3倍。会安怎想都想无。这个举动让我觉得说，好像真的很不老实。哪有人绕了一圈回来变减40块的？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介绍敢是在人化，就民众认为可能是品质好歹，介绍才会无共款。也许是比较美啊，也许是比较隔天的啊。还是要去比较看看，有些可能是有机的。菜市仔摊商就解说，酸奶产地无共款，品质嘛无同。平地的这条要较粗，它比较黑，然后高山的就是像这样绿绿的，比较脆。这个蒜白较短，你高山的它的尾巴漂亮。这个熊的是它123块安尼而已啦。哦。价钱无人讲啊贵啊。摊商解说，无种的酸奶当着时产量含介绍较平稳，要卖到1斤230的关键，除非是过年时下，买之前都要加比较，买欢喜上重要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